森林岛南的崇光国小，连续4年申请到县政府全民科学日的这个计划，而且由河北科技大学协助办理，设计真侪趣味的科学的小游戏，让学生会当快乐来学习。困难的科学知识一直拢互真侪学生头壳真痛。不过，这摆岛南镇的电工国小透过趣味的方式设计真侪游戏，让学生会使伫快乐当中学习理解科学相关的知识。这个本来是白色的，后来晒太阳后，它就会变成七彩颜色。岛南镇电工国小连续4年申请县政府的全民科学日计划，河北科技大学嘛来协助办理。学校老师先了解关卡设计，才甲互囡仔知影，互学习过程更加完整。有设计一些比较蛮多的有趣的关卡这样子，那我们就是吸收到了，然后回来就是请小朋友当关主。虽然因为疫情，和科学日活动变做伫透早举办，时间嘛减少。不过，这款的方式颠倒会使互囡仔一直去接触和吸收，同款有袂歹的学习效果。让孩子从小能够对于科学实验能够有实验操作的能力，也让他们引起学习的兴趣。趣味的科学游戏，不但互囡仔有真深的印象，对未来学习来讲，嘛会使达到开发的效果。